好，安尼后一位分享者是咱顶届嘛有来啊，嘛是咱台东仔台语社有来过的朋友啊，阮即摆甲伊邀请来，啊，伊即摆是伫南华大学咧读册，啊，伊即摆才真少年哦，才18岁尔，啊，伊最近旧年啦。就是开始有咧创作一寡作品，啊是放伫 YouTube 面顶，啊伊有创一个YouTube 就是伊家己的频道，啊想要来甲大家分享，所以咱即摆就来欢迎咱的主神，主神敢是安尼念，你的名较特别，啊若是有讲毋对，你等下才补充，主神。子晨，大家好，安尼有听到我的声无？有安尼 OK 有会使哦。我是林祖贤，台语迄是国语迄是念子。啊，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电脑，等我者。啊，大家会当去白板遐有会当看到子晨伊的频道的画面哦，吼、安尼讲画面，安尼 OK 有看到。等我者。大家来，大家来。我真有感觉紧张。我叫林祖贤，我是伫咧高中2年的时阵创立这个自媒体。然后我高中是读台中市的后将高中，大学是读南华大学。我今日要分享的是我的自媒体，就是 YouTube。然后恁若是有兴趣，边仔有这 QR code 会当稍微看我的内容。我想要分享讲，我为虾米介意讲台语？因为我伫咧国学仔进前，我拢是甲阿嬷住，因为阮爸爸妈妈拢较早出门去做工课。第二个是因为台语互我最有成就感的，因为我自国学仔到高中，拢伫参加闽南语的演说比赛，然后就是伊的成绩拢袂歹，就会互厝内底的人，就是厝内底的人嘛足支持的。第三是我感觉讲台语特别亲切，有一种人情味。过来我要讲的是讲，为虾米我想要创立即个自媒体，是因为伫咧高中2年的时阵，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阮爱伫咧厝里用电脑上课。安尼的话，咱就免坐，就是上课也是下课时阵嘛，免坐车，所以我就加足侪时间的。然后我想讲，因为拄好即几年，YouTube 面顶有足侪人，就是家己的生活，还是因就是因介意的物件放伫面顶，互大家做伙欣赏。然后佮加上讲，我想讲我的台语应该甲同辈的人内底算袂歹，所以我就想讲，安尼我就甲我就是我就想讲要去面顶甲大家讲台语，因为就是我甲我想要教物件，就下去面顶，安尼会互搁较侪人知影讲。台语无讲足困难的，然后希望搁较侪人看到即个部分。我伫咧为开始想甲落去做自媒体的时阵，我拄着的困难有，就是一开始咧想的时阵，我就足惊讲。放去面顶就是会无人看，还是讲可能同学啊，
也是当下看到会笑。第二个就是其实我较早拢无接触过即个部分，就像翕影片啊，也是假影片即个部分，所以我就想讲，我若是安尼就去做，敢会就是伤烂，对。啊，过来第三个就是讲，因为第一个影片可能就是有足侪同学啊，也是厝内底的人来看，所以看的人数会足侪，但是渐渐啊，影片就是翕影片的时阵，就愈来愈少人看。迄个时阵其实就是心内会有淡薄仔想讲，安尼我敢阁要继续做。伫迄个时阵，其实我甲厝内底的人有讨论过，但是阮爸爸拢一直足支持我做即件代志。过来，我想要介绍的是，就是我即个 YouTube 的内容，就是我想要甲搁较侪人讲台语，嘛会使互我家己有搁较侪机会讲台语，因为像即马其实伫咧学校拢无啥有机会会当讲台语，因为有真侪同学拢。毋是讲因无愿意讲，是应该讲是因袂晓讲，所以我就想讲，若是我甲影片翕起来，会互因看，因有可能会，就是有机会会当，就是因会当知影爱安怎讲台语。第三个就是希望台语一直传承落去，然后袂消失。过来，我影片面顶的内容是安怎想的？我其实我会摕一本簿仔，伫面顶写我的想法。就是我内底的影片的内容有，就是尽量较生活化、较日常的物件，像我之前有介绍过鉛笔盒啊，也是。厨房的用品，像我嘛有迄疫情时阵会用到物件。过来第二个就是咱台湾人啊，足重视的节日，我就会甲迄影片的内容定伫台湾的节日，像中秋节啊，也是过年迄时阵。第三个，我会记得我的日常，就亲像我高三去毕业旅行的时阵，我嘛有翕3支影片，就是记得我甲我同学咧相处咧耍的迄个时阵。过来有足侪，就是我伫咧翕影片的时阵。就是我的朋友啊，也是有真侪人拢会问我讲，我拢是用啥物翕的，是用啥物软体夹的。其实我拢是用手机啊咧翕，我用的软体是面顶一个 CapCut， 应该是安尼念。伊面顶的就是伊咧整迄影片的功能真简单，就是你。袂像有诶真困难安尼。过来就是，我其实有甲别人合作过，但是我感觉即个合作真特别，就是我咧做自媒体时阵，我为着要甲我诶影片，互搁较侪人看，阮伫咧面顶有一个交流诶社团，阮就是有真侪创作者拢会甲伊诶影片。下入去分享去迄个社团内底，然后就有一个嘛是伫做自媒体的人，就来找我讲，伊想要甲我合作，因为伊要翕一支就是台语的影片，伊主要内容拢是咧做甲非人机有关系的代志，然后伊就想讲，伊想要翕一支台语的影片。
啊，伊就邀请敢若是3、4个人，啊，做去配迄伊是用，就是去配伊的音对。啊，我就配小小一段，大约30秒以内。啊，然后我感觉即个合作最特别，就是因为我无去甲别人，这是我第一届甲人交流。第二个就是这嘛是我第一届去配音。啊，然后我嘛感觉伊翕的影片的内容嘛有足趣味的。啊，我就是，对了。然后我想要互大家看我，就是我的 YouTube。这是我的YouTube。你若是有，就是有兴趣会当去点来看。啊，我有，就是我大约安尼做年外，我有做一寡就是台语，就是甲人讲台语的，头拄有讲过。啊，我感觉就是佮有记录生活，啊，佮我感觉即马上侪人看应该是这闽南语的鉴定，因为伫后个月有真侪人佮要考闽南语的鉴定啊。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就是讲伤紧啊，因为我有淡薄仔紧张。来，真好，感谢主持人的分享吼。接下来时间大家咱来家问问题吼。若像问问题，咱请你举手吼。请秀姐请讲。我请教一下吼，你咧这剪辑哦，这剪辑啦，这剪这影片的时候，拢用手机咧教？对，我拢用手机啊。其实我有，就是因为我感觉迄个软体是足简单的，就是足简单的这样剪辑的。但是因为我有试过用电脑，因为我大学是要读传播系，所以我试讲要用电脑教，但是我感觉足困难的，所以我即摆嘛是搁咧用手机啊。对。所以你即摆读高三？就是要毕业。即摆高三已经毕业吧？哦，对。我了解，用手机啊，搞，真正搞。我惊我近视啊。真正袂歹，赞哦。敢有其他人想问问题？阿莹，请讲。我想要甲你鼓励，因为我感觉你真正足敖的。其实我家己嘛，足想要翕影片，还佫有加影片。即个想法已经是差不多1、2年前已经浮出来，毋过拢无开始做。毋过你真正足敖的，你即摆才18岁尔，都开始甲翕影片，佫加影片。我感觉就是每一项拢是。虽然咱拢袂晓，毋过你开始做，逐学，一边做一边学，安尼就会愈来愈敖。所以我是足佩服你的。若是以后我有啥物问题，我嘛会使甲你请教。你若是有时间，我会足感谢你的。对，我感觉伊足敖的。还佫有我头拄仔听着讲你厝内的人啊，拢真支持你。我感觉即件代志是足难得的，因为即摆有当时父母拢会感觉讲你拢咧无学父母啦，是安怎？毋过我听着恁父母拢是足支持你的，我感觉这一定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所以嘛希望你会使搁继续坚持落去。阮会分享，互搁较侪人知影你的影片，嘛期待你的影片以后会当互搁较侪人看到，你嘛会使做甲真欢喜。就是我补充一下，就是你头拄仔讲，你惊伊讲有人就是无啥物人看到。毋过我感觉这敢若是第2重要的代志。因为我感觉咧做自媒体，拢是家己爱看，上主要家己爱看，家己介意做即件代志是上主要、上重要的代志。无你若是讲大家一直感觉讲，今仔日是有偌济人来看，是安怎？就是
会互家己感觉就有压力诶。所以你若是以后要搁继续做，就是欢喜做，我感觉这是上重要诶代志。啊，你若以后想要翕影片啊，嘛欢迎来找我啊，还是阿东啊，拢会使来找阮，拢会使甲你合作，安尼。多谢，其实我迄时阵就是我敢若敢想一礼拜我就开始做，就是我感觉我后，就是我其实咧做时阵，伫咧过程当中我有想要放弃，我感觉是毋是有想无啥清楚，因为我感觉我翕影片的速度嘛无讲足紧的，所以我希望后就是会当愈来愈顺利安尼。袂歹。赞，足够诶。我当初我看到伊的影片是，我看到迄阵伊咧翕毕业旅行的影片，我讲哦，足特别的，真正有高中生愿意甲伊的日常甲同学相处的过程，爱用台语去相处，而且甲迄则影片啊，含大家来做分享，互大家知影讲，台语真正是会当行入去咱的生活当中，而且不只是大人、老人咧讲的语言，连甚至即卖囡仔啊，还是学生嘛是有咧讲的安尼。所以我想要问他讲，你不管是咧做自媒体，还是讲你伫学校甲同学的相处之间，敢有啥物特别的故事？就是你的动作，你做这代志，敢有真正影响到你身躯边的朋友，还是同学安尼？应该有。其实我感觉无啥影响着，但是因伫个就是我咧讲的时阵，因袂讲。就是无想要听，但是伊嘛是愿意听，但是因是袂讲的。啊，头拄讲到迄毕业旅行的影片，其实我只是就是一开始我是想讲翕看卖啊，因为我迄时阵无啥会晓教影片，想讲我先翕起来，但是转去就是练习教看卖啊。但是我就第一支教好，我就先因为我的影片其实就是即礼拜翕，我即礼拜就要甲影片。放伫咧网络面顶啊，所以我就第一支放落去。但是安尼毕业旅行有3天，所以变做我后边2天嘛一定爱下去。对，所以我感觉就是爱互家己一寡压力，该继续做落去。是，再来是第位请讲。我头前那是比我较紧，然后毋知你收着遐，因为高雄那是比我比我较紧，要互我先讲一下。好，安尼我高雄请讲好啊，歹势，我头无看到。先互伊先讲好啊。好，安尼听位请讲。无啦，我是手压咧，因为两个人拢真客气呢。不要紧，你先讲，你讲，等下高雄人留伫后壁。歹势来甲你看牌啦，歹势啦。好咧，我问者，因为我要请教者，就是你头拄讲你做迄 YouTube，算讲电视台啊，一人电视台做动画对无？嘿对。我想讲你，因为做 YouTube 有一个上重要的层面，就是你爱知影讲你的观众介意啥物，你就是要配合观众的迄落介意的物件去调整你电视台播出的内容，对无？对。我是想讲你是根据啥物理论讲啥物款的资料去知影讲你可能这频道的内容爱做一个方向的调整安尼。其实我即摆搁咧找迄个方向，所以我就是我一开始就想讲我是，因为我影片拢足短，大约我是1分钟到2分钟安尼，因为我惊伤长就是有人会无耐心看落去，所以我拢短短啊，然后我就是足侪方面拢去翕，像我较早像一开始拢是教一个物件要安怎讲。来个开始翕像过年过节即款节日，过来像即摆上新的是我咧翕分享迄电视的内容，安尼就是足侪方面拢去试看卖啊。算讲是你拄开始就是
多角性的经营，就是你啥物题材拢试看卖，教学性的，还是迄种生活当中的台语，还是迄种啊？所以就先安尼试看卖安尼。对啊，然后我是感觉就是尽量去家己有兴趣的，就是你爱家己有兴趣去出去，你才有迄种就是别人会看，啊无你无兴趣还是就是无啥了解，你是出去，别人可能就讲拍你的骹手安尼。对。哦，了解。哦，好啊，我先问到遮，虽然我还有别个要问，先互人问。无要紧，爱说来换高雄。会歹势吼，迄个我有甲迄字啊，大同的迄个人的资历记录遐，迄个自媒体啊，自媒体我感觉迄地方敢若怪怪的，迄个字应该是爱改迄个做媒体，啊做我是无毋知影汉字是要紧对一字啊，啊我想讲作家。对吼，安尼迄个落尾哩迄个作是迄个另外一个帮我填起的，敢是海象吧？安尼一字安尼我家己读出来，我就知影我写毋对啊，应该是爱写字恶作，做媒体，安尼较对吧？啊是恁家己恁逐个敢有人甲我感觉我写一个是爱写做媒体较对，还是做媒体较对？啊，我感觉啊，以我要来用，我可能会用较保险，我会讲家己创媒体，安尼。嘿，啊，搁有迄个海象你写迄个字，I 啊，搁一个啊，迄我无安尼写法呢。啊，我当二等查无即字，我有用黄色画起来。你敢有法度起来？迄个会议者甲我解说一下，敢好？你是讲什么？伊是讲迄个 TSIR 啦，伊是要问迄个 I。嘿，我因为我是高雄，也是讲迄是恁的地方的写法，我毋捌安尼写过。啊，迄字要安怎念？嘛，你是讲倒一个有咧写 TSIR 迄个啊，你有看到？恁大家敢有法度安尼踅过看迄个处理记录遐内底？我有用。专注哦，字啊，迄字两只哦，恁是对掠的人啊？因为我打算拍二等当去，敢若无一年呢。8个，晚上啊，乱腔哦，迄是迄是一个地方腔口对啊。是啦，对。啊，你一般你家己拍入去书店内底，你记迄个房间抄看到伊即个 TSIR 出现。嘿，所以恁大家有较赞成讲自媒体安尼嘛？自媒体嘛袂歹啦，因为这是一个名称啦，名词啦。名词。我家己嘛是用自媒体。当然是动词的讲错，我感觉就袂歹。分做名词甲动词去落去人来迄个句法落去讲法就对啦。因为我头段嘛是毋知安怎讲，才会翻做智能电视台啊。因为咱做咧 YouTube， 咱做咧电视台共款，就是你咧做节目来互人看。平常是一个人咧做啦，所以叫做智能电视台。嘿，嘛是袂歹哦，多谢。安尼我无问题啊。好，了解。关于技术的问题，你会当先记伫迄个笔记内底，咱留伫最后的时间，含大家做来讨论啦，吼。因要补充是无？对，我想要补充，因为想到主持即个即个 YouTuber 啦，我嘛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朋友，伊号做阿贤，我毋知影主持敢熟悉无？因为我感觉恁会使互相交流，因为我感觉我嘛真介意伊家己，就是伊逐工拢会翕影片，一份正影片，就是翕伊家己的生活，所以我感觉就是即种的我拢足鼓励，我嘛想要分享互大家，嘛希望讲咱若是要做遮的物件，咱会使互相来交流，分享互大家知影，安尼我甲迄个
阿贤的 IG 放伫遮，啊欢迎大家会当去看。放伫迄个开讲室遐。我开始咧迄查资料，就是我开始要做即件代志时阵，我咧查资料时阵，有看到阿神的影片，啊，我就看，我感觉足趣味的，伊会去用台语去卖物件，对。啊，我嘛知影即摆敢若有是咧做100工的讲台语的挑战。是，哎呀，所以大家咱去多多支持遮的创作者啦，吼。好，安尼感谢主持人吼，